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，美國宣布對多個貿易夥伴徵收所謂對等關稅，對外貿易的企業，尤其是中小企以及跨境電商等，短期內無可避免會受到影響。李家超在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，他表示，去年香港產品出口到美國的貨值佔香港總出口總值只是0.1%，美國在香港整體貨物出口的市場佔比已經由2018年的8.6%縮減至去年的6.5%。相反，東盟市場份額由7.4%上升至8.7%，在2019年東盟已經超越美國成為香港第2大貨物出口市場。李家超說，特區政府將在7方面加大力量，包括全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加強國際交往合作，積極深化區域合作。香港要加快產業升級轉型，開展高增值創新驅動的經濟模式，加大發展科技創新，大力推動國際金融合作，把握好多國需要分散地區風險的大趨勢，吸引外國企業和資金進駐香港，以及繼續為業界提供支援，協助企業應對挑戰。